今仔日是521連假上尾一天，高速公路上北的車變多，尤其是國道5號，可能是會一路塞到暗時9點。連假是有袂少人攏會安排出門旅遊，屏東小琉球就約上萬人，當地是加開船幫來小偷旅客。遊客掛大包小包行李排隊準備坐船。521連假期間，屏東小琉球滿滿攏是觀光人潮，訂到人數超過萬人。若是碼頭組織坐船的民眾，海邊也有真濟遊客耍水。是從哪邊來？越南。越南哦，啊，第一次來小琉球嗎？第2次了。因為這裡很漂亮。來這邊是要玩什麼？玩潛水，還有坐那個玻璃船。為了解決反定遊客，屏東東港來往小琉球的交通船會看現場人潮狀況，機動加開班次。目前都是以機動加班，現在目前加開6班。也不過離島的朋友就無遐爾興奮，透早因為龍霧的關係，朋友馬經機場，捌暫停航班期間有900名遊客受影響。一早受到濃霧的影響，截至9點，總共有取消5個航班次。那合計受到影響的旅客是464人。在台灣本島交通方面，國道高速公路下頭已經出現上百個車陣，高公橋有個禮拜二全線交通量是108萬車公里。重點塞車路段是國道5號上北，宜蘭到卑南頂路段。國五北向宜蘭至坪林路段呢，今天在10點過後就有開始的車潮擁塞哦。那我們預估今天會擁塞在晚上的9點左右。高公橋提醒到暗時9點為止，方便國道1號虎尾甲保險系統，建議用路人透過高速公路196網站甲 App 查詢詳細路況，也呼籲民眾加利用大眾運輸工具，佮避開尖峰時段出發。記者綜合報道。